去新闻，我是柯兴竹。节目一开始，今来关心伫今仔日透早要3点，新竹县新埔的远东新世纪纺织厂发生爆炸，造成2个员工死亡，14个员工轻重伤。目前火势已经控制，也不事故原因也在调查。消防车甲救护车的警示声音，伫咧暗时听起来更加响。伫新竹县新埔镇的远东新世纪面六厂8厂。 今仔透早晚3点时阵，敢若是顶炉爆炸导火，工厂内面一直有烟冲出。当地附近的民众讲，伫半暝时阵有听到正大声的爆炸的声音。目前的话，我们所了解是在大约凌晨3点左右的时候，因为在我们的一些保温管路发生气体泄漏，而产生一个气爆，造成一个公安的意外。 爆炸威力正大，造成厂房内2位员工死亡，也有真侪人轻重伤。详细伤亡，也有是毋是也有人伫咧内面，怎么也有伫咧统计。到透早4点半，火也未熄，消防人员继续拍火，要把握黄金救援的时间。目前所知道的话，是有2位本国籍的员工罹难，总共有14位的话，包含有10位外籍的员工。 这个已经送到附近医院就医。那其中也包含2名本国籍的女性员工。对造成大众的惊吓，厂内主管对着媒体镜头行礼会室内，强调会对罹难也有受伤的员工家属加强抚恤慰问。远东纺织厂去年11月一度发生火警的意外，民众讲虽然火拍花，也毋过也是真臭。对连续发生火警公安事件，相关单位也正在调查火灾原因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